家宝。当开宫门，古月之名，列得相遇。是大王御赐，当开宫门，古月相遇。
小爷为啥生空气？父王他因故有烈将敌，儿啦，铁路与贵州乡正在玩耍，你们来得正好，来，快来接过铁龙殿下。是啊，东西我为全其他一人身上。张公子，你要好好的拜见你的未婚夫啊！是，为夫作此，你将你许配给铁龙殿下了啊！你要到哪里去？去拜见母你哪里也不准去。这次背叛铁龙殿下。哎呀，张公子，你这是与殿下来匹配，那铁定定立着一朵美丽的佳花。铁龙殿下，穷烈公子前来拜见于你了。你是我的夫人吗？哎呀，你是我的夫人。哎呀，错了，错了啊！错了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殿下，穷烈公子在哪里？穷烈公子在哪里呀？穷烈公子请放真从心。母儿兄弟，承蒙许氏千百少，小婿拜见岳父岳母。谁是你的岳母？殿下，
少礼，哎呀，少礼，哎，爱妃，大王，穷年乃是宫中长公子，婚姻大事岂能是此草率？阿龙，哦，殿下，难道你想来婚不成？不，寡生正义须婚，正为杜拉，请殿下放心，请归饮酒，嘿，饮酒。大王，铁龙他为非作歹，私黑节制，外冒三思啊！女儿的婚事，当由为父做主，你不必动言。要是我不答应，你这个岳父也当不成。你难道想娘的东黑贼气在争，血泪成红吗？主啊，这场婚事，女儿万万不能从命。众莲啊！铁龙父兄，转世大，天地规则自约定，夜情才去好不易，这样的婚姻与红不是一。眼前巧云里怎能所思无度，心似水。高明草子自着忙为，空是情。全部是他无主心，怎么不归也不与他祝福起。哎呀，众莲呐，东黑我儿要仰仗铁龙一家，哎，你就答应了吧。父王，你也是东黑之君，为何要趋炎附势，向铁龙低头？无事，大王，女儿言之有理，婚姻大事以后再议吧。父王，这场婚事女儿却难从命。阿龙，哦，殿下，婚事哦，请殿下放心，一切由寡人做主。好，既是此，我这就为去，这件银品一定嫁接。就应殿下，大王三思呢。有这多言。不愿给的我因为老女她问雨中姐姐，你听，请示。
秀才，天天这个时候总要弹琴，今天为什么不问琴声呢？哦，想必他在做娃做事呢。这几天有了张秀才做客，我这个什么事倒是也闹得多了。你家相公呢？我家相公啊，老方丈，喏，你顺着我的水儿桥，喏，正在的大海用功呢。得是大海用功。我家相公啊，今天新谱了些曲子，叫玉龙插黑曲。方才私醉了一位，说是脚位不好，喏，特地到那边推敲去了。哎呀，他整天想挖呀、弹写呀，可不要变成一个傻相公了。我家相公啊，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他放在外面我闹打扫进退分享一路，说是等改好了曲子，他要平海弹奏丝袜一番呢。好，等新曲谱出来，你可要告诉我老儿子，我还要一报二福利。老方丈真有趣，
将刚刚听到的曲子诗谱一番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！我家相公回来了。来送。小生是何上前说话？秀才，张秀才，长老，张秀才呀，怎么你们两位在这里呀？小女子万福啊！小女子万福！哟！哈哈哈哈！两位女菩萨，万众一想，你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我们不是来烧香的，我们是听情而来的。相公，他们是来听情的。老夫子，我们以外籍回去，不妨事。你呀，只管念你的经去吧。好，我不管你们的事，可要早点回去啊！西东啊，他们要围擒你，还是随我进去吧。我不去。哎，走吧。我不去啊。哎，走吧。哎呀。这位秀才，请来见礼。还礼，请坐。哎，你这个秀才，好不讲理！我姐姐请你坐，你为我不理不睬的呀？请坐。
今一时兴起，私醉了一曲，仿佛牵挂哪里？现在今日高潮更是记得令人青梅长贵。你怎么老是低着头，只讲两故事？难道就不会多讲一些吗？平日里几日与子把银枪，逼得我手足无助，心头跳。今现在就出关真情子，习惯他无人黑呀雨风浪，我过得人不管苦，等于老人世上少。你有几斤开心痛，这紧紧叫声快好笑。人间难得遇知音，岂有那四岁儿女距离现在小姐与我亲近请问现在真姓大名，主去何处？小子万一什么人7岁了，也我到此呀。妹妹，哎呀，问问有方，现在请讲啊。小姐。小生是心脏女十八等，元气茶水临官人，我兄嫂弟13情，年过茶馆诉情理。且一哭上去公演，漂绿似海去了你这些人要是个怎样之人？请问小姐方里先去何处？我们是龙。妹我不是娘姐姐是吧？我去晚了。弟弟，我去了现在妹妹她调皮惯了，不用管她。张秀才。假使海边落不成，穷里为民老自心。姐妹相依问上亲，可惜与公算浓情。实在是你听你轻声讲无疑。
愿拜小姐做师长。小生心中高兴，一次忘言，望小姐见谅。先生不必介意，小姐可将放在所在之处，在祠堂一边，葬于元喜儿公庭。我心塞一来有所愿意，请守在自家。小姐过千里。小姐，请。碧莲，你看今日又是一轮明月，先生晚照，心知正用，你怎么又要踩上委屈了？姐姐，你每晚擦黑，不枉一算之道，我会叫你化些委屈。小姐，母命难违。让秀才，我本只怕今朝不能再来了哈。小姐，我们何时再能相见？啊，8月15，我们再到此。8月15，张秀才。记着你。
你好大胆！父王，富贵荣华而不见，状与武王将而立。儿子举子应相对共八年，而为妻问问生亲谁报亲？放肆！王牌天龙飞登天，平平此界谁也见？为父子命，你该回堂。叫声同类不见三番不辞不听劝，而会终生的独权。父王，原因事业不佳，天禄。你来呀！有将这一女与我当成那叫声动。父王将父王当成叫声好。张公子，请。老方丈，哎呀，老方丈，你快一点啊！老方丈，秀才，张秀才，咋了？长老，张秀才，你在这海边等了一天了，实在是辛苦了。如今北风一起，夜晚生凉，你还是回转寺庙安息了吧。我与小姐有要在先，我才能实心于他。相公，天色已晚，我看小姐啊是不会再来了。小姐乃是心境做人，她岂会失信于我？秀才，你可知道他是何等相神呐？龙府千金啊！龙府千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呀，还是与我老上下起小妾去吧。啊，小姐做我8月15再次相会，他灵隐之事赠我娇笑他一番。他对我的情谊，天地可见，又怎会骗我呢？那，呀！看起来这个龙女真的是动了凡心了。哈哈，张秀才，这娇笑怕真是个好东西呀！你可知道他胜利之后意思啊？高上流水，咫尺相对，抬头相望，相交孤桥。我看你呀，真是一个傻秀才。等他来了，你自会明白。我老和尚啊，可不管你们的说假字。阿弥陀佛。老方丈在讲什么啊？
喜龙，相公于此，你先去睡吧。相公，你不说，我去问牢房长去。我喜东啊，也不管你们所家的事。小姐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我是车跟那月影啊，雪儿两条黑汤的，好容易看得夜月笑里。为什么不问情话放心里？我真诉一卦在宫后，小姐来了。笑我是个傻小人，为什么他问我怎不是我意？想起他的音容相貌，才眼睛，他怎可知情我难放心？他要长跑莫想起，他呀我月圆再牵起，他诚诚的你言真切，他一些年可莫非他曾可于心看生意？莫非他有话有意把情尽？但是的，一定是的。哎呀，张玉，你当真的好傻耶！多年来我苦不念我飘是浪花，可一门与郎相，多只为情难破，因此上。
他到来，我要约一相思忘去我小姐来了，小姐来了。张秀才，你弄错了，我不是琼莲，是碧莲。张秀才，你不用走了，我记起他没来。怎么他叫我送信来的。送信？张秀才。为了穷理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相公，你不能去穷理早已来。
徐丞相有一人间修在无虑之际，风水草着黑走。反正风水是黑，不论是非，当是怪事。只有后宫之宝，教晓他才能出得反射。又是与张公子有关。夜叉将军，分明有请天龙殿下。老龙，殿下，奉听中连公子举不脱困，竟向剑道城见责。哼！东海龙宫已为王，君与不与欲为王。养育不久给红翠，千里归回且后方。杀官将我天龙旗，真悲惨。随即中场拜尊朝。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。你父子对乃当，你将他一家还教去归藏。小人洞内把苦饮，他定能感应关心肠。公子，凭你一手岂能更给？对，殿下尽管放心。你这怪这进去，踩当当来做新郎。不许乱唱！什么事？像是夜叉将军将那神界修人请来了。什么神级修贼？请他作甚？哦，他是不请自来。他是为了救烈公子而来的。哼，他当帮夫，陪我死了他。昔日当权，万事要讨公接理。老周一名夜叉将军将那秀才请来，恩威并施，当发他出黑，以免坏了他事。就以丞相之言吧，便宜了他。选那秀才进宫。不许乱唱！去见大王。我不要见什么大王，我要找焦成龙。东海之中岂有乱唱？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是此屋里真正苦恼。这位秀才只来到龙宫，便是归客，我不夸见过他王。张玉千古大王，秀才少礼。谢大王。大王为何一定要张玉来见？不知秀才何时到来，寡生岂能怠慢？理当亲自来问。张秀才，你这风水之所从何而来？小生无与什么风水之所。咦，是公你秀才，寡生这龙宫黑国，不是你外父所知能到的。小生实在无与风水之所，像是张玉之心关动天地，配风水来保育来到龙宫。是看，分明是你偷到龙宫之宝，教晓他，我不从实找来。我与琼莲情对于行，称霸定期，何为退逃？我们约定今晚8月15，今日黑边相见，可是大王你
将琼林绑设娇生宫中受苦，望求大王念在国寿之情，就成全他的心愿吧。秀才。说声我穷烈长他两金钱，西怀诸葛混来连，穷烈一时天龙凤，岂能与你再相见？花生快用不在你，且成恩义，明知杀父，再寻江儿返神间。你来哦，明知杀父家里人，这样的好事何时行？欢喜大王神德。
没有他，王胜剑是出不去的。我岂能对家挑一所子，女长郎设置工人几年里，月花子大风出与郎，与我与我长殿下前来欢迎来了。魏丞相，在是张公子万人上谕，擅闯龙宫，错挖黑鬼，奉他王之命，已将他葬在这绞肉之中。你可看见这童男与童娃？洞内叫声，洞外叫声。他们是自造下号，把黑金被龙王发在黑地受苦兵，你洞内花轿城乱的洞我常晓得，花着轿车，7万岁永成人。怪不得叫声城里，叫着城里，千万令人是人情分。不为父王心贴，想来生儿黑的是苦饮将那赵玉穿肠龙宫，顶场龙王，同我送来，他是谁给他死？
不过我天龙素有好生之德，只要公子断言方正，随我同去天庭逍遥快活，我可以这次将张玉方为人杰。张公子，一个时辰之后，那万人张玉就要化成焦热了，你要三思啊！长老，长老，长老，红丽，长老，秋丽，长老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在，你快叫声痛呢！叫声痛，我怎么看不见你呀？这洞口四处灭风，我无法出动。长老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两中好似帮夫千金所托，寸步难行啊！长老。想不到从我之前不见天长老问兄心为求你我把黑泪擦，想不到心我被抢心牵连，长老，你身间本情也，今日遭难缘穷里，我却不能害你张海的深入家天路，要去张从今天，啥为我为心事重，家天龙，我岂能安心给我在人间？我也知你对张玉情一生，为只因我
这沧海之事，为娘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姐姐，你不要哭了。儿啊，东方有一座蓬莱岛，岛上有一位仙姑道法高超，就是你父王见他，也要娘他3分。啥时能得到他的相助，定能增见你俩的好事。喂，你来迟了，长郎他已正在教室之中，将要化为教室了。母为了我姐姐，已经许他一命吧。母必是为娘不惧，这是这解救之法，理还非同小可。喂，长郎是女儿所爱，纵算千辛万苦，我也要救出长郎。母为已经继续实在吧。一个4中之后，那万丈上鱼就要化成绞肉了。你不要杀死我啊！下次是命嘞。兄弟连同难在，为去长老母子心，分身随风，心花开。
做什么啊？我要到龙宫去寻找相公去。你是万人，怎能下得了龙宫啊？我相公也是万人，他怎么能到龙宫去了呢？你骗人！我说骗人是有这个的，阿弥陀佛，你家相公啊，他藏在龙宫写造谣，相公回来了，放在他就是一身为财嘛。相公又回来了，修人于他匆匆辞别。接近你西东去征兵长，相公要到哪里去呢？他是到红雷道上去救星，要救公子降龙王。哎呀，老方丈，你讲什么呀？我怎么有天又糊涂了？他接着要走，跟着你有话问说，你快随我走吧，快随我走啊！相公。迷茫茫，两眼朦胧，桃路难平。
谈笑风生把思离，他理应挣脱心无意，恨未解生死。
是在哪里呀？郎愿先进，离蓬莱岛还有多少路程？万八千里。啊！不要管你们什么郎愿心计，快救救我的穷灵！我见你历经千折百磨，一片出尘之心，我赐你3件法宝。3件法宝，此法宝有神样，你做黑沙门道，银骨摇满黑水，风火酸酸成骨。银水见一分，黑水去色长，黑水实见的是能相逢啊！这境界真迹仰慕，你可见为难？仙姑，那无辜的水族，我那穷灵不就要遭殃了吗？请灵姑、仙姑领此法宝，伤及无辜，真是杀秀才，富而长嘞！多谢仙姑，多谢仙姑。谢仙姑。
也是龙宫此次相随我不做对担保莫非是那秀才有来求婚说永恋？大王！哎呀，大王！哎呀，大王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丞相，你为我是指老辈呀！大王啊！我就黑水世界，老人皆可冒险。才查访刑警，谁知道张玉作业，张玉作业。那秀才他是些什么？他说道：“法宝所不必，只看所军力。杀不见公子面，要将我东海之国龙宫倒塌。了结！呀！张玉之海太猖狂，他尽管何来携手齐孤王？只得我黑水滚滚，我前朝。看起来那秀才来历比寻常，朝思之得龙宫到，你东海何时再为大王你为救龙宫与谁同？也只有淑女招亲招东作康，要报九连铁龙在此争争情方。我方九连面困龙宫与怎样？大王，大王。他只是因为曾因为张玉他自黑生父乃的当，左也乃来，哎呀右也乃这个花生父子长。岂非可是难熬啊！你二位生死互伤，这穷厉害，就东海吧！哎呀，大王，天底下来了！也小龙，海水飞滚，望听着张玉所为。哎呀，不是殿下，是我救我啊！救你！一定女儿为了张玉，可杀去千年修炼我神仙的生活，你让我冒羞！我得不到，谁也不准碰！我倒要看看张玉有何能耐来索取你的女儿。且看我烈士小举身为
哈哈哈！
其无辜。相公，只要能够救出9年之计，只要你们能够在一起，你管他上去谁呢？休要不义。哦，那我把路虎出了吧。秀才，张秀才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张秀怎么才，何事？你烧死了天龙龙王过年的媳妇，救得了东海众生，他愿献出兄弟公子与你外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家生不打广语，你听。哎，一个有不义之身的龙王他来了。相公，快去为见医生吧，快去！阿弥陀佛啊！老朽昏聩，得罪了秀才，是今天龙已死，喏，贵州乡就是有秀才福了。哎呀，秀才饶命啊！秀才饶命啊！天外替他做人。哎呀，难得秀才是宽宏大量，还不快把谢过秀才？多谢秀才！哎呀，多谢秀才！啊，秀才，众烈已被仙姑所救，少时皆到。喏，这些金银之宝，皆都当作备家，还望秀才收下。张秀才，这是你们庭前的交小堂，请你莫记谏言。琼莲，因何不请琼莲？你看，他来了。